9天的年假一日就过去啊！台南市会伫初六举行新春团拜，由议长邱丽丽、副议长林志典、议员朱振轩、黄立昭、郑鸿仪、柯志春、詹培雅共同向议会同仁以及市民朋友拜年，祝愿大家伫新的一冬拢会当健康平安，也希望府会未来会当继续携手合作，努力让大台南更加美丽完善。今天呢，也刚好是我们2025年的立春啊，是一个很好的开始。那么我们希望呢，在今年呢，我们每一位同仁都能够对于市政的监督上面一样的全力以赴。那我们台南市的市政的推动能够越来越顺遂。那我们今天办团拜哦，也发了这个小的开工红包。那希望我们的同仁能够大家更加的努力。那也祝大家新年快乐。市长王伟泰也率市府团队到场致意，府会双方互相恭喜，真有过年的气氛。初六开工的时候，能够来到议会新春团拜，平常议员监督市政，市府配合施政这个部分我们都会努力在做。那这次刚好碰到这个0102地震，但是我们都很努力府会同心，一起来帮忙灾民那能够让他们生活尽速恢复到正常，这相信是所有的议员，包括议长、副议长这个共同的心愿。我们会努力来让这个市民尽速复原，能够让灾区尽速恢复正常的生活。大年初六开工日适逢立春的节气，立春也是24节气之首，同时也象征春天的到来，气温是渐渐回升，万物开始复苏。议会第7天举行新春开工团拜，也是此期美好意义。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。